现代第一版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。有一遍，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，有一群人快挖去要听上帝的话。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，掠鱼的离开船得水网，其中一只是西门的。耶稣上迄只船，叫伊搁小可离开岸，然后坐落去，对船顶教示众人。耶稣讲说，对西门讲：甲船过去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。西门应讲：老师，阮拼规暝，掠拢无，毋过你倒底讲啊，我就来落网。因一个放落去，网着真侪鱼，网煞用要破去。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，因就来将鱼缀伫2只船，缀到满满，煞用要沉落去。西门彼得一个看到，就跪落去耶稣的骹前讲：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着遐侪鱼，真着惊。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。耶稣甲西门讲：毋免惊，对呾以后你会得着人。因拖船挖岸了后，将一切放低，去缀耶稣。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城，伫遐有一个人，规身躯染着麻风。伊看到耶稣就趴落去祈求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耶稣伸手甲伊摸讲：我肯，互你清气。伊的麻风随时无去。耶稣命令伊讲：毋通甲人讲，着去互祭司验。搁照摩西的规定，为着你有得着清气，献祭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耶稣的名声哪传哪扩，规大群人聚集来要听道理，搁求伊互因的病得着医好。毋过耶稣退去偏僻的所在祈祷。有一日，耶稣在教示人的时，有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伫遐得坐。因是对加利利甲犹太逐庄社以及耶路撒冷来的，做官员甲耶稣同在，互伊话当医好病人。迄时有人用床扛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，想要扛入去下伫耶稣的面前。毋过因为人真多，找无路通扛入去，就爬去厝顶拆厝遐，将迄个半身不遂的连床垒落去众人的中间，下伫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讲：朋友啊，你的罪赦免啦。遐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议论讲：这个在亵渎上帝是啥人？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知影因在质问什么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在质问？讲你的罪赦免啊，还是讲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迄个人随时伫众人的面前爬起来，举伊所倒的床，转去因兜，哪行哪归荣光互上帝。众人拢真着惊，归荣光互上帝。
心内充满敬畏，讲：阮今仔日有看到奇妙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到一个冒失，名叫做利未，坐伫税关，就对伊讲：来缀我。利未就放下一切，起来缀伊。利未伫因兜为着耶稣办大宴席，有一大阵冒失以及其他的人，甲因做伙坐倒食饭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属因的经学教师，对耶稣的门徒埋怨，讲：是安怎恁甲冒失以及罪人做伙啉食？耶稣应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来，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悔改。后来，因对耶稣讲：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祈祷，法利赛派的门徒嘛是安尼。毋过你的门徒也食也啉。耶稣对因讲：新郎要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恁减为互人客禁食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伫遐个日因就会禁食。耶稣阁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要人拆新衫来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若毋是新衫拆破，拆起来，迄块新布甲旧衫嘛袂合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，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皮袋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带嘛歹去。新酒就入伫新皮袋。无人啉旧酒了后，爱啉新酒，人拢会讲，还是旧酒较好。